今日嚟到大美督恐龍水上樂園，開幕第3日，我哋就過去睇下有咩好玩啊！場地有超過10個嬉水池，不過 BB 未夠1米，所以可以玩嘅都只有1至2個。場地設有好多唔同嘅漂浮玩具，咁就唔一定要帶自己嘅。好多滑梯，連大人都覺得好刺激啊！費用仲包括咗一個任食嘅小食區，有好味嘅撈麵同埋薯條，仲有唔同嘅甜品添。玩到 BB 都放晒電啦，我哋下次再玩過啦〜